Wrong Podcast。台湾人讲的聊斋，有争议的妖魔鬼怪，所以讲互你了解。今仔日呢是第8讲第10回，红。各位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我的节目当中，我是你山顶的 Sugar Daddy， 我是苏的。历经在线，甲你做伴，来咱故事开始哈。讲啦吼。伫即个天津市啊，有一个咧拍鸟的人啊，有一日啊，伊拍着一只雁，母的雁是啥？雁哦，就是会当迄个天顶摆做人字形咧飞的一种过冬鸟。咱知影讲啊，这雁啊，拢成双成对，就是一个公的啊，一个母的。这只母的去互拍落来了吼。哇！这个公的这只雁啊，袂死心啊！一直伫遐喐到了这个拍鸟的因厝内底啊。逐工咧天黑，才乱不舍飞走啊。意思讲哦，伊对因这个太太啊，足痴情啊，真死忠安尼啦吼。到第2天会知啊，这雁啊，早就到了迄个拍鸟的因厝内底啊。爱靠拍鸟的吼，迄鸟穿一歹啊。拄好要出门啊，门一拍开啊，就看到迄只雁当遐咧叫，连伊就一直是咧顾啊，马上就飞到了迄颗拍鸟的骹边啊。迄个拍鸟的啊，喙笑啊笑，开始就讲啊，这野公蛇入到遐收呢吼，你家己上门的哦，这伸手哦，就想要甲即只公的啊做伙撩掉。这个时阵，敢若看即只雁哦。颔棍伸互滴，吐出了半锭黄金。这颗拍鸟的吼，念伊就明白了这只雁的意图。伊这只雁的，伊就是想要用这黄金，甲迄只母的雁，甲赎获出来。迄个拍鸟的亲像感动啊，然后就甲这只雁母放掉。2只大雁就欢欢喜喜飞上天啊！当遐拍着圆箍啊，表示讲啊吼，对迄个拍鸟的谢意。然后就欢欢喜喜做伙飞向了远方啊！这轻鸟较会知影通一颗乌汉字啊！毋过因煞安尼痴情，知影无虾米代志，比起生死离别。更较互人悲伤啊！对这动物来讲，可能因也是安尼感觉吧。婚姻的维持啊，本体就无简单。你嫌人大气卡啦，人就嫌你无网大啦。在这婚姻当中哦，有时阵最需要的是信任甲陪伴。这歹的菜一个烧啦，歹的某一个笑啦。较早我拢会听阮老爸咧讲即个话安尼啦，我到真个会记。收听正营，这是所谓的时间节目，所谓伫这网络线顶主持服务。